598021年嘅 GT50，嗱呢部車一定要睇側面，冇呢隻63款嘅鈴咧，就真係壓唔住呢隻啞光石墨灰嘅油漆嘅。所以大家買 GT50咧，就算原裝冇揀到大鈴，都建議大家後期升級。咁啊揀咗 DA4，所以有無時啦，有柏林，有台顯，有 U88 旋鈕，仲有360度環車影像。64000幾公里嘅貨咧。方向盤有些少包漿嘅，但係呢啲好容易處理嘅啫，洗佢就 OK 嘅啦。好不幸地喺2個幾月前出咗8萬蚊保險，佢黑仔啊，停車場俾部逆行嘅紅旗懟咗呢個位，睇相啊冇嘢嘅，燈換咗啦，中網、保險槓同埋裏邊嘅水箱仔骨架都換咗，維修記錄就都幾長下嘅，佢應該係要平啲先啱。咁21年嘅 GT50而家正價應該係60以內噶啦，因為我哋大半年前收翻嚟都係60零賣出街。咁呢架車主咧想賣翻59.8萬，但係因為呢個出險記錄咧可以平啲，具體就睇車，以你打到錢嘅價錢為準。Benz 一直幻想嘅速迪黑尾標續56.8萬，呢個 GT50仲可以找翻3萬俾你。18年88000公里啱收翻嚟嘅貨，大鈴紅龍細節嘅配置咧可以私信我要張單啊，啱收部8000公里嘅 C63，21年應該係買得到最新嘅 C63啦。下一期帶大家睇嗰部車。